久狗仔台的影迷们，悠久狗仔台第10期时隔1月之后再次跟大家见面了。首先感谢本期视频制作者小陈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正题。多加一个冰河暴力破，动作3人点位紧接一脚飞踢满 EF， 冰火两重天啊！此时头人一个俄罗斯大作，只听一声惨叫，3人一命呜呼。曹人吼道：“俺是来打酱油的，俺不是故意的。”马带小往哪里跑？郭嘉叫道：“眼兄等我，跟上一个脑残连暴击！”军师呜呼哀哉，眼兄快跑！在见他的淫威之下，郭嘉使出了他的绝招：“眼兄，我送你一程，一路走好。”曹人笑而不语，难道你也不是故意的？最后感谢2名未注明 ID 的录像提供者。假如您有犀利的录像，假如您想犀利的操作展示于视频中，欢迎加入小伙子视频组 rap 提供组。我是本场解说荣子，我们下期如期再见。